这就是我的小弟林小凡的死地。你看有清楚无？你大家看有清楚无？我小弟已经死了，以后我都袂过来再正气堂死散。是什么样下的毒手？是你！ 你正气堂的啦，刘家兄弟，梁文好、梁文豹，因无伫咧顶八关，无错，因是决定倒来杀我的小弟。大兄，3年前，你正气堂的人，变成阮老爸，今仔日过来杀死一我的小弟。 现在，这就是我梁小芳一个，你想要斩草除根，以绝后啊！照着你来杀我，我梁小芳你杀，小，大娘姐，你用我10年，这运气我永远就甲你会记。 但是，夫死地无之婚，我梁小芳永远袂当来袂记的。只要我小芳无死，又调一日，重回正气堂，我一定来得阮顺幸。 我杨小姐，拄只查某囡仔要向你禀报的代志，由我来替伊讲，比较会较详细。到底是什么代志？这件代志对正气堂来讲嘛，是一件好消息；也若对雅英小姐以及大老爷来讲嘛，就毋是好消息咯。 你到底是要讲啊？毋讲？你若要讲就紧讲，啊若毋讲你请，我不爱听。免急，你一定爱听。凌小芳已经离开正气堂啊！什么时阵？拄我才走无偌久。为什么？因为凌小芳的小弟凌小环已经死啊！ 是由恁正气堂的人杀死。是什么人杀死？梁家兄弟梁文霸以及梁文虎。安尼来，从今以后就免搁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大老爷咯。无可能，梁家兄弟。 万载只用镖局，伊要哪有可能倒转来顶八关，杀死凌小环？若毋是大老爷叫因转来，伊要哪有可能会转来呢？讲，梁家兄弟
什么时阵倒转来顶八关？是什么人叫伊下这个毒手？讲，恁讲啊！我唔讲，恁拢无人知影这件代志是。阿爹，孩子确实唔知影这件代志。梁家兄弟，生性好杀，当初林鸿斌之死，也是受因兄弟迫害，如今又搁杀死小华。阿爹，梁家兄弟对阿爹你是忠心耿耿，会杀小环以孩儿财相，必定就是小环两出来行刺阿爹，因兄弟为绝小环，所以才下手。梁家兄弟所作所为，拢是伫咧甲我强罪过。无甲我推去。阿公，想走去也是。阿公，这件代志是梁家兄弟家己去做的，不是阿公你叫因做的吼。凡是正启动的人所做的代志，都拢爱我道行清一个人来承担。阿公，阿公啊，伤心难流泪，不由阿英泪相随。心连苦心已表灰，如今一切难挽回。我做的时阵，伊是安怎讲？敢讲伊一点仔都无带念阿公你对伊10年的恩惠？敢讲伊怨恨阿公？叫伊别来袂分，敢讲伊敢若知影怨恨，你当来去遐运情心？大街人家叫阮也有心，
有，你无强求，只好故乡无所不至。互你甲伊从小就做朋友，希望你来日结恋潮。如今看来是无话挽救。来日必有风波一场。哎呦，文言心酸啊！泪满面，阮阿公的苦心嘛，是养活阿弟。后日啊，小风若是哦，大山伊当时必定伊也来啊，无等因啊。小虎，你是比我较了解伊，伊敢真是亲像你讲的安尼是？会，假使伊若是无带念阿公对伊10年的恩惠，我就甲伊拼命。你拼命就互我。七公主，杜老爷，你头路大人尽管放心，从今以后正启动。杜老爷，要有雅英小姐，恁的安慰拢由在下纪家良一个人来承担。有我伫咧，毋管你凌小芳有偌大的本领，都免想要孝想，顶当着正启动任何一个人的一支头毛。
小凤啊，等你即摆以后是要打算安怎？我必须要爱离开顶八关。对啦，你愈远愈好，暂免亲像小婉、小英这样我替动手嘛。尤其是梁家的兄弟啊，梁秀芳重回顶八关的一天，就是我要选婚的一日。好，要不过在你要离开的进前，你应该就去见你阿娘一个。你已经20岁安尼，会用自立啊啦。你若是要离开正气堂吼，阿娘是无反对啦。也毋过，迄杜老爷的恩情，你是毋通共袂记哩呢。对啦，你若是离开这个顶八关吼，就爱先去中义山庄找恁小弟小环，知无？是啊，你若久啊，敢无甲你讲？这小环的吼，甲这纪如玉，因去中义山庄，前几工吼，才叫人摕杯转来互我，我摕互你看。你看，批内底讲吼，伊甲纪如玉情投意合，将来吼就是要做红某。伊愿意吼，将过去的代志拢甲放互袂记哩。伊讲对即马起吼，要听阿娘的话，较要听大兄的话呢。伊吼讲无要搁去生气即个杜老爷，安尼吼上介好啦，安尼上介好。凤妹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是，我真欢喜。对。阿环，你要结婚啊？要成亲啊？凤妹啊，你若是有介意的这个姑娘吼，嘛都爱早一日成亲呢。通互阿娘吼早一日当抱孙啦。阿娘。今生唯一的愿望，就是讲希望恁兄弟啊，会当早一日安尼成家立业，通我来重整咱人家的稳定。恁阿爹吼，在天之灵，嘛才会感觉安慰。爹啊！唔好伤心啦！你吼出门伫咧外头，家己身体都爱较保重的。恁阿爹会庇佑恁兄弟啊，平安无事。娘，前两天啊吼，我甲恁做2领衫呢，来兄。你看卖，咱毋知做了有下输啊无？你做下输的。我甲你讲吼，这领是你的，啊，这领吼是要互恁小弟的。你若是吼见着小环吼，你就去摕互因的，吼。这吼冬天人穿在内底哦，偌烧咧哦。来，早日，我记得恁小弟都会记你摕互的。对啦，娘遮吼，淡薄仔喙面，你知？一路上吼，通我做路费，吼。出门去外头，阿妹。